본인 자회나 말을 뭐지 독인 지원 배만되잖아 그린 침보 고는 지송도 구성 토중으로 자도说好，那我们第5个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皈依的分类，也就是说我们有皈依有几种的这个部分。那这个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就是分类的，有时候说是时间的皈依跟主时间的皈依有2种，有时候我们可以分的是什么呢？小乘的皈依跟大乘的皈依，可能会有这样的。还有呢就是大乘里面有贤宗的跟密宗的皈依，有很多这样的。那什么叫做时间的皈依，什么叫做主时间的皈依呢？这时候应该不是要去分的是那个皈依对境的，而是什么呢？是自己的心态或者动机来决定的。比如说是我们心里面完全没有出离心，只是就是为了消除眼前所遇到的这些痛苦，所以因此就是去皈依三宝，为了就是远离这些痛苦，有这样的心态去皈依的时候，这叫做时间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只是解决的时间眼前的这些问题而皈依的，这个叫做时间的。那什么叫做除时间的皈依呢？除时间的皈依就是什么呢？真正的我们心里面具备一种出离心，也就是说轮回是彻头彻尾的是痛苦，所以因此这样的缘故呢，我应该要想离开这个轮回，想要解脱。因此这样的时候我们会去寻找就是皈依定居三宝之后呢，我们去皈依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除时间的皈依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就是小乘的皈依，大乘的皈依。什么叫做小乘的皈依呢？是为了要解脱，但不是为了利益一切的众生，只是为了自己想离开这个轮回，只是纯粹是有这样的心态去皈依的时候呢，这个叫做小乘的皈依。那什么叫做大乘的皈依呢？并不只是为了自己而已的，而是什么呢？真正的就是想利益一切的众生，他们也是可以在离开这个轮回，为了这样的心态去皈依的时候，这叫做什么呢？大乘的皈依。那什么是密乘的这样的话，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以后再讲。再来呢就是通常我们就是可能会皈依的时候也可以分成3种的。哪3种呢？就是小士道的、中士道的、大士道的，可能会有这3种。这个也是什么呢？区别于自己的心而不同的，就是心的就是发愿也好，我们心的想法动机的就是大小来区别这个皈依的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皈依的分类，也可以说是几种。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讲的很多种，所以呢我们今天简单的就是介绍这些。再来呢我们要讲的是皈依的因，那这个很重要。皈依的因，如果我们没有具备这个因的话，那一定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皈依，或者是什么呢？我们真正的没有办法得到皈依戒。所以这样说的时候，皈依的因是什么呢？那皈依的因它有2种，一个是什么呢？恐惧或者害怕。另外一个什么呢？信心，也就是坚定不移的。那什么叫做恐惧跟害怕呢？比如说是我们没有皈依之前，我们就是因为遇到种种的痛苦，或者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好，或者我们在轮回的就是有些痛苦，我们真的想就是什么呢？离开这个，因为这些太痛苦了，我们不敢再就是什么继续就是这样受这些折磨之类的，因此我们害怕这些痛苦也好，或者什么呢？不敢面对这些痛苦也好，或者想远离这些痛苦的一种害怕的心，痛苦有这样的心，有这样的时候才会想离开这个，这是第一个因。第二个因是信心。当我们有这么痛苦的时候，有种种这些痛苦应该要远离的时候，谁有真正的方法，或者有什么方式会让我们真正的离开这个轮回呢？那就是什么呢？三宝。三宝一定是对我们有就是什么呢？有能力的去消除这些痛苦。因此我们对于三宝呢升起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。如果具有这2种条件具备的话，那我们所皈依的时候呢，
的确是我们所得到的也是如理如法的。如果没有这两种心态的话，我们所皈依的就是一开始所讲的一样，只是表面上面。因此我们应该要去观察一下我们自己之前所皈依的，或者即将要皈依的，或者将来你想要皈依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有这两种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没有这两种的话，我们也可能会不想去皈依我们也不相信这些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应该是一定可以说是得不到这个皈依的这个部分。好，这是第6个。那再来呢，我们要讲的是第7个，也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好，我们修持的时候，这个第7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也就是说是我们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或者我们所要学的，所要断的。那这个呢，从佛法当中来用的话，就是叫做什么呢？学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皈依之后，皈依的学处是什么？这是很重要。为什么这是很重要呢？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有皈依过那皈依之后呢，别人问，你是佛教徒吗？我们可能会说是佛教徒。那别人再问我们，佛教徒跟非佛教徒有什么区别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知道，没有答案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真正的没有了解，就是皈依之后的皈依的学处。所以呢，因为我们真正的没有了解皈依学处之后呢，那我们所作所为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动机跟没有皈依的差不多是一样的。所以呢，这样的时候，这个是很可惜，非常可惜的。因此我们一定要了解皈依之后呢，我们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也就是学处的这个部分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该做的如果有去做，该断的如果有去断的话，那我们才算是一个名正言顺的一个佛教徒。所以呢，在我们的行为，在我们所断所述的跟一般人所断所述的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呢，从这个角度可以分别出如法的皈依，如理如法的那个什么佛教徒跟非佛教徒的这个部分。如果我们没有学习，没有就是好好的弄懂这些学处，比如说是我们去皈依之后呢，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谁谁谁可能会有个法名剪了一个头发，或者是可能会有这样的时候呢，这只是什么呢？从表面而已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了解皈依的这个学处是非常重要的。那皈依的学处的时候呢，通常我就是什么呢？分享的时候呢，可能会从3个部分来分享的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我们要所断的这个部分，也就是要远离的这个部分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我们所要修持的，也可以说是我们一定要做的2件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共同的有可能会有这样的。那这样的时候呢，第一个我们所要断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，我们有3种。比如说是我们皈佛之后不可以做什么，皈法之后不可以做什么，皈僧之后又不可以做什么，可能有这3种不同的。那这3种不同里面呢，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皈佛之后不可以做什么。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一点。皈佛之后呢，可能会去拜一些外道的，可能会之类的等等，这些是不可以的。所以呢，在皈依经里面，就是皈依的里面就讲到，我们皈佛之后呢，不可以皈依实践的神事那皈佛之后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皈依实践的那些神事或者是什么这些呢？因为实践的那些神事，他们也在轮回里面，他们也没有远离这个轮回，因此他们没有方法，或者没有办法真正的指导我们如何要去轮回的这个方法，也没有这样的。因此这样的缘故呢，我们皈佛之后呢，不可以去皈依其他的实践的神事，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在皈依就是之后呢，应该是要一心一意的去皈依佛，之后呢，就是应该是就是要依止佛而这样去学习的。好，第二个呢，皈法。我们皈法之后呢，就是我们不可以伤害众生，这是很重要。因为我们是佛教徒，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，这样的就是去修持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皈法之后呢，不可以去再做伤害众生的这些事情。为什么呢？
法是要改变我们自己的贪嗔痴，改变我们这些就是伤害众生的这些方法。如果把这个方法应用在伤害众生的话，那这个就是颠倒的。因此之后呢，就是我们归法之后不可以伤害众生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应该要去思考嘛，对，我是一个佛教徒，我已经皈依三宝，皈依三宝尤其是我皈依了法，所以呢之后呢，就是我们不可以伤害众生，这样提醒自己，每天就是要去观察啊，我有没有去伤害。如果你有在伤害的话，既然你在说是皈依法，但是实际上真的没有做到皈依法的这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们皈依法之后呢，就是一定不要去伤害众生。当然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像诸佛菩萨那样，我们所行所为都是利益众生的，这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凡夫俗子。但是呢，尽我们自己的能力要去消除伤害众生的，就是尽我们自己的能力，就是不断的去练习。那总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像诸佛菩萨一样的。如果我们没有练习的话，那可能是什么呢？以前也是凡夫俗子，将来可能还是凡夫俗子这样的。因此呢，我们皈法之后呢，不可以伤害众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我们佛教徒跟非佛教徒区别性呢，有没有就是利益到众生这一点？利益众生呢，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一定是首先要具备不伤害众生，才会有机会就是利益到众生了。所以呢，这一点都没有办法做到的话，那更不用说就是利益众生了。这是第二个。那第三个呢，我们就讲到什么？皈依僧之后，这里面所讲的就是皈依僧之后呢，不可以跟外道共处，可能会有这样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很多人疑问的是什么呢？不可以跟外道共处的时候呢，比如说是我家里爸爸妈妈是不信佛，我是信佛，所以呢，我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共处吗？或者可能会说，我的女儿我的儿子可能会是不信佛，我是佛教徒，那我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共处吗？这个呢，不是这个意思的，不要这样去理解的。无论是就是有皈依没有皈依，这样的时候呢，跟这些没有关系呢。这时候所讲的共处是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刚刚去皈依，所以呢，我们对于学习佛法的了解也不是很深，因此这样的时候呢，你去跟外道的那些人就是什么呢？分享或者什么呢？我们就是讨论佛法跟非佛法的这样的部分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就是智慧不稳固的，很容易摇动的，很容易就是可能会觉得哇，他们都说的很道理啊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？因此这样的时候，这里面所讲的不可以跟外道共处的时候呢，不可以跟他们讨论佛法跟非佛法的这部分。当我们学习了之后，真正的达到一个程度，这样的时候你可以去讨论你可以去讨论，你可以去辩驳那些，就会更深入的去了解佛法，更深入的会了解外道的那些部分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刚刚皈依的人不可以这样的。这里面并不是说不可以跟他们喝茶或者聊天这个部分，但是这里面所讲的主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不要去讨论这些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什么呢？所要断的，归佛之后，归法之后，归僧之后，这是我们一定要就是注意的。要不然呢，就是我们可能会说皈三宝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不应该做什么，应该做什么这个部分嘛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一定要去断的。那再来呢，我们要讲的就是什么呢？三种所要学的三个部分。那归佛之后，刚刚所讲的不可以皈依世间的神圣。那归佛之后呢，我们应该要做什么？该做什么这个部分呢？所以呢，我们归佛之后，我们应该要对佛像也好，或者是佛的堂卡也好，或者是佛的法照也好，任何一个，当我们见到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要像他们是真实的佛一样，对他们有恭敬的心，对他们有非常虔诚的虔敬的心去供养，或者是什么呢？就是要真诚的，就是什么？比如说我们要供水供花、供灯之类的等等，用这样的方式去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凡夫俗子，而且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大的福报，
因此这样的缘故呢，对我们来说的话，直接亲眼见到佛，亲自在佛的前方真正的听到佛法，这应该是几率也好，机会是很少很少很渺小的。因此我们把佛的佛像啊，佛的唐卡啊，还有什么呢，佛的法照啊，这些真正的当作佛一样，有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对佛还是会有一种非常恭敬的虔诚的心，那这样恭敬的虔诚的心会越来越增加的。因此这样的缘故呢，如果你是一个佛教徒的话，如果方便的话，你们可以在家里面摆成一个佛塔，佛像，之后呢，就是每天都要供水供花，就是供八供币这样的。如果没有那么方便的话，那可以买一个佛的唐卡。如果这个也是不方便的话，那可以买一个小小的就是佛的法照。如果这个也不行的话，那我们最好的是什么呢？就在手机里面下载一个佛的法照，之后呢，你可以把这个放在上面，这样顶礼或者是供，这也是可以的。那这个呢，应该是要看自己的就是生活的过程当中方便跟不方便的这个部分。那讲到这个佛像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佛教徒的话，我们可能会摆很多佛像啊，可能会有绿多么白多么莲花生大师，有各种各样的。那这样的时候呢，不如我们就是应该有一个佛像，只要有一个佛像也是可以的。当然就是你非常方便的话，全部都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你不可以缺少佛像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佛像就是佛，就是我们所有佛法的就是什么呢？来源就是可以说是一开始所讲的那个部分，所以呢，佛像是一定要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呢是我们应该要归佛之后应该要做什么呢？应该要供养，对佛有这样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想一下嘛，在自己的家里面有没有佛像啊、唐卡啊、法照啊？那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这些当作佛一样的，就是对他们身体有信心、虔诚心，有没有这样去观察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们所讲的皈依佛就是嘴巴上面而已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也真正的不懂如何要去皈依的这个部分。好，这是呢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归法之后，那归法之后呢，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？当然这个是很重要啊。应该要做的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归法之后呢，一定是尽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众生，这就是一定要去做的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的话，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多读一些经典、论点之类的等等，或者我们可以什么呢？多念一些这些部分呢，可以这样的方式啊，可以就是有能力的话去分享一些佛法，如果没有能力的话，那自己去闻思修，这就是什么呢？归法之后所要讲的、所要做的。所以呢，一定是要什么呢？透过这个法对自己有所改变，透过自己所改变的去利益众生，这就是什么呢？皈依法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时候呢，就是皈依之后呢，连法本都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什么呢？可能会是这样，这个不行的。所以呢，皈法之后呢，一定尽量去闻思修，这就是皈法之后所要做的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要讲的就是皈僧。皈僧之后呢，我们如何要去做呢？就是要尊重恭敬出家人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尤其是现代的时代来说的话，就是对出家人，普通的人就是可能会对出家人没有那么大的信心，这是很不好的一种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是要对上师、对出家人，一定不可以凭做、凭吃、凭喝的大呼小叫的，不可以这样的。应该是从发自内心的对他们有深切的一种虔诚的心、虔敬的心。因为有这些出家人，我们才会有接触佛法的机会，因为有这些出家人上师，才会有真正的指导我们一个好的去处，因为有这些出家人，才会有一些快乐的来源，就是这样。因此这样的缘故呢，我们对于就是僧众也好，对于出家人呢，一定要有什么呢？恭敬的心、虔诚的心、虔敬的心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样去观察的时候，现在很多就是人就是皈依也好，这样的时候呢，对没有那么大的就是恭敬心，这是一个是比如说是很可惜的事情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皈依之后该做什么。
好，再来呢，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共同的5种学处，也就是什么呢？共同的就是平时我们要做的皈依之后，这是一定要知道。我们刚刚所讲的就是3种所要断的跟所要修的，再加上呢这里面所讲的5种共同的部分。那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我们既然已经得到了这个皈依戒，那这个皈依戒呢一定是来之不易的，所得到的不是很容易所得到的。因此我们现在所得到的这个皈依，不可以为了今生的名利养而这样就是舍弃这个皈依。也就是说是因为我们不可以舍弃这个皈依，为了自己的名字、名分之类的等等。打一个比方来说的话，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你遇到一个就是外道的公司，那个外道的公司就是他们的制定是什么呢？如果要去他们的公司里面去工作的时候呢，一定是要舍弃那个什么佛教的这些皈依之类的，你可能会选择说为了要这个什么呢，好的就是薪水，因此就是什么呢，可能会舍弃这个皈依，而且去就是工作，这个不行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所得到的皈依呢，不可以名利养而去舍弃这个部分，这是第一个。那这是呢，可能会有时候会有的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任何一个痛苦的时候、困难的时候，遇到任何一个麻烦的时候呢，我们只相信三宝。我们可以说是相信三宝有方法可以消除，相信三宝就是会有加持消除我们这些。所以呢，我们对三宝呢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心，这是第二个。那第三个的时候呢，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享受任何一个，无论是吃的、穿的、住的时候呢，最开始的时候呢，一定要首先要想供养三宝，供养三宝这样的。比如说是哪怕是你只喝一杯白开水的时候，你也想这个白开水呢，首先要供养三宝，之后自己用。比如说买一个衣服你自己所穿的时候呢，首先要想我已经供养三宝。或者吃一个饭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念一下皈依这个什么部分呢？所以呢，用这样的任何一个享受用之前，一定要供养三宝，这是呢第三个，这个呢一定要去做的。所以呢，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对三宝的信心会一天一天会增加的。好，第二个呢，第四个呢是什么呢？平时我们要努力供养三宝，也就是说是我们就是从供花、供水、供灯、供这样的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去任何地方的时候呢，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佛教徒。因此就是什么呢？我们对三宝就是什么呢？顶礼，任何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心。这个呢是第四个。再来呢，我们要讲的是第五个。那第五个呢，我们是要意念三宝的功德，也就是什么呢？时时刻刻要了解，要就是什么呢？心里面就是不要忘记三宝的功德。之后呢，我们是白天的时候、晚上的时候，白天的时候至少我们要念3遍皈依文，晚上的时候也是什么呢？最少要念3遍皈依文。那这样的话，一天24小时里面，至少我们就是念了6遍的皈依文。那这个呢是应该要做的，这是必须要做的这个部分。好，这个呢就是什么呢？我们皈依之后共同的5种学处，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我们所讲的这里面有11种学处的这个部分，那做到这样的话，那我们才真正的算是一个如法的真实的一个佛教徒。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，那只是什么呢？名誉上面的而已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皈依之后的皈依的学处第7个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要讲的是第8个，也就是最后一个这个部分。那讲到什么呢？皈依的功德。听到一个功德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会很欢喜的。皈依它有什么样的功德？一定要知道。当我们心没有准备要去皈依，我们的心没有打算要去皈依的时候，当你真正的知道皈依它有什么样的功德的时候，那我们说不定可能会改变我们自己的心。所以呢，通常在
买东西的时候呢，通常可能会说解释那个东西好，可能会这样的就是宣传嘛。就这样的，当我们真正的知道它的好的时候呢，我们可能会不顾一切的去买这个。同样的，我们要身为一个佛教徒，或者是我们要想成为一个佛教徒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知道功德它有什么样的皈依，它有什么样的功德这个部分。好，那我们讲皈依的功德的时候呢，通常在佛经当中就讲的有8种不同的功德。那8种不同的功德里面呢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当我们真的有去皈依的话，能播下解脱的种子，也就是什么，种了一个解脱的种子。哪怕你今生没有得到成佛，但是你已经什么呢？种了一颗种子。那总有一天这个种子可能会开花结果的，所以呢就是种了一个种子，这是第一个。如果我们没有去皈依的话，那就没有种这个种子，所以呢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解脱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，就可能会说是我们皈依之后呢，可能会远离这些不善的部分。当然就是皈依法之后呢，不可以伤害众生，从这一点来讲的话，可能会知道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皈依之后呢，可能会多多少少可能会减少我们就是生活一3方面的这些不善的业，这是第二个。那第三个呢是什么呢？第三个会增加或者增上我们的善业的这个部分。当然我们就是什么呢？皈依之后呢，学修里面所要做的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自上性里面也好，我们的行为也好，这个呢可能会不断的增加我们善业的这个部分，这是第三个。那第四个呢，皈依就是什么呢？一切戒律之根本。也就是说，有皈依之后呢，才会得到那个什么呢？一些的戒律。这个呢，我一开始有讲过嘛，对不对？这是第4个。再来呢，我们要讲的是第5个，它的学处。一切的功德的来源或者什么呢？它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什么呢？皈依。也就是说，无论在世间的或者出世间的一切的，就是功德也好，快乐也好，幸福也好，这些都是来自于哪里呢？皈依而所得到的。好，这是第5个。再来呢，我们要讲第6个。那第6个呢，暂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护法或者什么其他的会保护我们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在普贤上师演讲里面也有一些就是故事讲这些，但是呢今天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所以呢就是暂时也会受到护法的保护。那再来呢，我们要讲第7个的时候，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所想要的。当我们真正的有去皈依的话，那一切所愿都可能会如意的，心里面所想的可能会得到的。那再来呢，就是经常不会离开三宝的加持也好，光明也好，这个部分。那这也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是皈依之后所得到的。那第8个也就是什么呢？最后一个这个部分的时候呢，就是因为我们有去皈依，终究我们最后会得到就是什么呢？成佛。这就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没有去皈依，没有去修持的话，就不会有得到成佛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有皈依的话，那就会得到就是什么呢？成佛的这个部分。好，那这个呢，我们所讲的就是皈依的这个8种里面，就是最后一个就是皈依的功的这个部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皈依的部分分享到这边。所以呢，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我报定了面下个电报中，可能用到的进去。老先嘛了，就是对着呢，有的上个沙了，给把讲究深修人波去，马这帮能进，这把年把没把也观念功德陪我修。